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下礼拜就是国庆日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庆，庆庆庆第三条。庆代表是福气好事，咱讲庆典；若是好的庆典，咱讲是好庆；国家的庆典，咱讲是国庆。这个庆嘛有好礼祝福的意思，咱讲是庆祝庆贺。另外寺庙落成的仪式，咱讲是庆祝落成，也就是庆成。祝贺人生日，咱讲是庆寿。古早人讲行礼或者是答应人的是点头，咱讲是庆头。嘛有人姓庆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庆贺，也是给人祝贺的意思；第二个词读做喜庆，代表是庆事，也就是庆祝欢喜的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国庆日这一天，为了要来庆贺国家的生日，为早起到暗时，规天拢有真侪精彩喜庆活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庆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